齊啩，數到8個啦。佢冇開玩笑㗎啦，咁多燈就7個演員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等等，这是谁？7个孩子啊？不，对喂，还有一个弟。你喺佢睇換決啦。我孩子半個月嚟，每晚夢見佢問我可以一齊玩嗎？明明7個人，佢有些人從來不是活人。你們看到沒？第9個人。7個變8個，再變9個，下一次係邊個？剩太耐，你都會睇到佢。睇唔清嘅影。